大家好，我係 Wingo， 今集繼續同大家講下英國買模型，集中講下幾間喺曼城周邊地區由香港人經營嘅模型店，逐一介紹下佢哋嘅特色同埋我嘅購物體驗。UK 再續模型雲，港人模型店要幫襯。以前喺香港總係會有巡鋪嘅習慣，得閒嘅話就會去觀塘、深水埗或者旺角，一個下晝就行盡全區嘅模型店，多多少少總會有啲收穫帶返屋企。過到嚟英國就冇咁方便啦，去模型店要係一個 plan 好嘅活動，唔係話去就去。我好彩，家住曼城周邊地區，圍繞住附近有3間港人模型店，揸車大約30分鐘左右就去到。佢哋分別係 Canose Hobby、Kitterworks 同埋 PM Store。今集就同大家逐間睇睇，不過講明先，呢啲都純粹係我自己個人體驗同意見，未必同大家睇法相同㗎。初嚟到英國，首先接觸到嘅就係 Canose Hobby， 當時係唯一一間我可以揾到嘅香港人模型店。鋪頭雖然唔大，但入邊放咗唔少模型，除咗 Bandai 嘅通販同埋 PB 嘅高達模型外，仲有雙星嘅汽車模型同埋一啲入門級嘅軍事模型添。工具方面，剪鉗、筆刀、黑線刀同埋打磨工具等等，呢啲砌模型會用到嘅，呢度都會揾得到。仲有一啲改造用嘅改件、膠板同埋膠條呢啲進階向嘅材料都有。對我嚟講，最重要嘅就係非常之齊全嘅模型油啦，包括好齊色嘅 Mr. Color 同埋雙星嘅油性燒機油同水性油，仲有 AV 水性油嘅藍蓋 Mecha Color 系列同埋新版 Game Color 系列。啱啱仲翻咗最新嘅 True Metallic Metal 系列，仲係新鮮熱辣，我都即刻買咗幾支翻去試下。講下交通配套，鋪頭位於曼城市中心東南邊一個 Business Park 入邊，最簡單直接當然就係揸車去。入面有足夠嘅停車位，免登記下可以泊車2個鐘。喺鋪頭門口泊低就可以去慢慢睇、慢慢買啦。有時間仲可以去埋距離鋪頭車程5分鐘。行路都係10幾分鐘就到嘅，有曼城葵港之稱嘅 Ghost Kitchen， 同一條街另外仲有 Edward Kitchen， 兩邊夾埋有成10幾20間港式美食，俾你大飽口福。周末同屋企人一齊去食嘢，你就可以名正言順，順便買模型啦。跟住第二間要講嘅就係 Kitterworks， 位於好多港人聚居嘅區域 Sale， 對住大街，揸車經過成日都見到。入到鋪頭入面，地方雖然唔大，但係見到貨架上面滿滿嘅模型，確實係相當興奮嘅。定力少啲都搞唔掂啊！相比起模型，工具就真係唔多啦。我見都係 God Hand 嘅工具為主。雖然鋪頭距離我屋企最近，但我反而去得比較少，因為附近冇乜泊車嘅地方，主要都係泊喺附近民居嘅外面。對我個人嚟講有少少壓力，驚泊錯位阻住人哋，唔敢泊得耐。所以好多時都係幫襯佢個網店，然後選擇去鋪頭取貨，可以節省運費，又可以唔使留喺鋪頭入面太耐啦。最後輪到講下 PM Store 啦。雖然佢只係喺 Warrington 開咗3個月，但對我嚟講係一個既新又熟悉嘅地方。入到去鋪頭入面，就有翻以前去深水埗嗰間 PM Store 嘅感覺，整齊又舒適，一排排砌得好整齊嘅工具排滿喺牆上面。真係好療癒啊！而且呢度仲有香港鋪頭冇嘅模型賣添，不過數量就唔多。始終佢哋都係模型工具嘅專家，尤其噴槍同氣泵，我以前喺香港都係幫襯佢哋噶。另外，如果你係 G-Reverse 水貼嘅 fans 就啱晒啦，成版滿任你揀。仲有佢哋新翻嘅水性油 Armageddon 子彈油，今次我去到都買咗支翻去試下。鋪頭位於 Warrington 市中心 Market 嘅上層，下層就有好多間食肆。就算唔啱口味，行出 Market 附近都有好多間港式口味嘅餐廳俾你選擇。食完嘢就可以順勢行埋模型店，完美嘅安排。泊車方面，遠少少行10分鐘左右就可以泊 Retail Park， 唔想行嘅就可以泊旁邊嘅多層停車場，收費都唔算貴。3間鋪頭各有特色。Kitterworks 就模型多 ，PM Store 就工具齊 ，Canose Hobby 嘅模型同工具就介乎於兩者之間，反而模型油就最多選擇啦。邊間啱你口味呢？
我就唔揀啦，間間都去下。今集講到呢度先，下次繼續同大家傾下買模型。你哋仲有冇其他買模型嘅地方介紹呢？歡迎留言話我知。鍾意呢條片嘅記得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。我係 Wingo，下集再續我哋嘅 UK 模型雲。拜拜。